擁有超過50年悠久歷史嘅英國黑膠唱片專家 Michell Audio 旗下出品咧，近年出現重大嘅革新。除咗有 Apollo 分體供電唱房之外咧，仲有 Vivo 精鑽黑膠唱片同埋終極陀螺儀 Driver 黑膠唱片之外咧，仲有波仔今次將會為大家介紹嘅卡西斯 Crucis 動圈唱頭產品系列。輸出電壓達到 0.4 microwatt 水平嘅 Crucis S， 既可以提供遼闊嘅頻率響應，同時亦都擁有令人難以置信嘅細節還原能力。佢嘅線圈部分咧就選用純銅線材繞製而成，磁鐵環節就採用咗高能量嘅杉古製品。至於線條造型頗為特別嘅外殼，就採用乙烯基物料生產，有助消除諧震干擾，展示無與倫比嘅豐富細節。Crucis E 貴為 Michell Audio 動圈唱頭系列嘅基礎級產品，同樣擁有出色嘅細節同埋音樂感。輸出阻抗只有 4.5 嘅高保真發電系統，運用純銅線材生產。針桿部分咧就由鋁管製造，配合經過精心打磨、橢圓造型嘅鑽石唱針，同埋特殊設計嘅懸掛阻離器，直接提升循跡力。曾被評為當今世上擁有最精準、最優雅音質嘅 Crucis M 發燒級動圈唱頭，專為要求極高嘅音響發燒友而設，擁有上階阻尼特性嘅流線外殼，採用碳負載丙烯酸物料車製而成，特別研發嘅純銅精製發電音圈，加上能量非常穩定嘅杉古磁鐵系統，令 Crucis M 嘅高頻伸展直達非比尋常嘅45000周領域。至於 Crucis M 嘅輸出電壓為 0.25 microwatt， 配搭擁有70 dB 以上增益嘅發燒級唱況，就可以營造氣勢有勢俱全嘅示範級重播效果啦。如果大家想親身感受 Michell Audio Crucis 動圈唱頭系列嘅真正實力，歡迎致電尖沙咀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